你的心内若受耶稣，无论你有啥物拄着啥物足艰苦的代志啊，啥物袂当解决的代志，耶稣拢伫咱的心内，互咱有当倚靠，互咱袂当拄着遐个恶当当的事。即咱三角来开嘴来上帝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咱伫咱的人生中，咱的人生的路途，拢袂对着遮个艰苦。 确实稳定满满伫咱的中间，咱三角来辅导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学了你主啊，借着你主耶稣的护佑，阮有这个稳定分数，来咱伫你的心田来三角来敬拜你，学了你。主啊，我感谢你的听头，祝福满满伫阮的所有兄弟姊妹中间，无论阮有辛苦病痛。 无论拢有一代志，阮操烦，阮担心，阮惊吓，这个拢是阮要爱你的，这个无论党员、在员，这个物件拢要离阮遮尔远。所以，阮感谢你，有了你，互阮的人生中，会当成做一个一生的人，成做一个英光你的人。所以，阮感谢你，有了你，阮的人生中，主互阮保佑，主互阮有盼望，所以，阮总是。 心中你看行头前的路障，我感谢你，互阮的心的
看顾甲保护。